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1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以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20天，也是老哈升仙第20天，同时也是这个小哈哈二下落不明第20天。传言说这个哈二也已经死了，这个传言恐怕还有一定的可信度。这个昨天以色列说在德黑兰的一次精确空袭中击毙了伊朗情报部长伊斯梅尔·哈提普。这个哈提普他是领导着伊朗的这个一个情报机构，主要是负责监视间谍活动和秘密行动的，也就是伊朗的情报头子，被以色列给干掉了。这个短短的2天里面以色列干掉了这个拉尼贾尼，干掉了巴斯基民兵的头苏莱曼尼，昨天又干掉了负责情报的头哈提普。这个哈提普很厉害他在1年前哈提普对记者说他当情报部长成功的瓦解了摩萨德在伊朗的渗透网络，拔除了这个摩萨德在伊朗的这些什么潜伏的特工，捣毁了摩萨德在伊朗的情报网。但是很遗憾骗别人可以把自己也骗了，自己也信了，这就是悲剧对吧？这些人喜欢对外宣传，最后把自己给骗了。也就是短短时间里面这个伊朗的大量的高官纷纷去老哈那儿去汇报去了，哈梅内伊。所以说据说当然了，这是纽约时报报道的在这个拉尼贾尼死亡之后伊朗官员们对自身安全感到恐慌，许多人因担心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暗杀而拒绝担任更高职位。这个咱们在昨天节目就说了要的就是这效果。美以这种高压之下，对吧？伊朗的强硬派一个个的再也强硬不起来了，害怕了。有网友评论说伊朗现在的高级官员上升和下降通道都异常顺畅，升的也快。为什么呢？一升上去那上面人就没了又要升上去一个，所以上升通道非常顺畅。下降通道呢那更顺畅，因为你只要能升上来，以色列就把你送走了，送下去了。也就是有媒体报道说这个伊朗几乎所有最高军事指挥官都已阵亡和重伤。现在上来的什么巴斯基民兵这个指挥国防部的头，或者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些头，这些司令副司令上来的人是越来越这个新面孔，伊朗人自己都没见过。为什么这个伊朗的这些高官纷纷拒绝就任这个什么最高职位？是因为这个以色列是说到做到，前面这么多伊朗的高官死了，那绝对不是吹的。盘盘们不害怕，因为盘盘们知道以色列是炸不着他的，盘盘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真是把你搁到这个位置上，你逃无可逃伊朗就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无论躲哪里，人家都能找到你，把你送走。这个所言不虚，对不对？名不虚传，送走的人，对吧？这么多在那儿，所以导致个什么呢这个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昨天说他说预计今天各战线都将出现重大变数。什么变数呢？就是战争将升级到新的阶段。这个卡茨说他说以色列国防军已被授权在目标圈缩小后无需进一步批准即可消灭任何伊朗官员。这话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经下令以军，就是一旦确认任何伊斯兰共和国或者真主党高级官员的身份，只要确认他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或者真主党的，就可以立即定点清除，无需再向上汇报。以往发现了哈梅内伊，发现了哈梅内二，对吧？发现拉尼贾尼，完了还向上请示汇报，然后上面再批准，你再动手。现在不需要了你一发现即消灭应灭尽灭。根据第12频道报道说发布此命令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美以联合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及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期间行动活动出现延误。以色列消息人士告诉第12频道，以色列计划在未来几天内打击伊朗的镇压势力，以便让伊朗公众明白现在是起义的时候了。要的就是这效果把这个巴斯基民兵组织，把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些头头脑脑大头目小头目统统的给干掉，逼得他们辞职逃亡，放下武器。效果有了效果已经有了。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伊朗军队和警察里的逃兵率正在上升，某些部门的逃兵率甚至达到了90%。由于害怕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以及市民的举报，星期三晚上德黑兰叫莫塔哈里街的巴斯基民兵检查站已无人值守，就是这些巴斯基民兵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放弃了因为你在这儿检查，说不定马上招来这个以色列的无人机
从天而降。所以说以色列啊，现在是正有计划的对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朗的强硬派实施叫白色恐怖，打个引号啊，白色恐怖要打个引号，对领导进行恐怖打击。以色列正在系统性的打击伊朗神权官方人员，旨在瓦解其指挥与控制体系。一段录音显示啊，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直接致电伊朗高级警察指挥官，该指挥官崩溃求饶。华尔街日报啊，3月18日曝光了一段摩萨德特工与伊朗高级警察指挥官的通话录音。录音中，摩萨德特工以波斯语直接点名警告：我们知道你的一切，你就在我们名单上。如果你不站在人民这一边，你的命运将会和你的领袖一样。多解气啊，对吧？把这些刽子手，沾满波斯人民鲜血的手啊，这些刽子手啊，都送去见他们的领导哈梅内伊。这是他们应有的下场啊！面对掌握其身份信息的特工，这名指挥官语气崩溃，发出哀求：“兄弟，我向上帝发誓，我不是你的敌人，我已经是个死人了，请帮帮我们！”以色列的猎杀行动极具效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尼贾尼上周五才戴着墨镜在集会中自信露面，并在社交发文喊话，结果仅仅4天后，就在德黑兰郊区的藏身处被导弹精准击毙。随后残酷镇压民众的革命卫队志愿兵，就是巴斯基部队指挥官苏雷曼尼，也在林区帐篷中。这哥们儿狡猾啊，他不睡营房，也不睡基地，睡在郊外帐篷里面。就这个啊，以色列人也没放过他，精准击杀。这个《华尔街日报》说啊，他说消息来源竟然是伊朗普通民众的举报，你说这要命吧？《华尔街日报》报道啊，他说目前美国以色列分工非常明确，美国负责摧毁伊朗的军事与工业力量，对吧？因为美国有 GPU 那个钻地弹呢，在这伊朗到处钻呢，炸地下。而这个以色列呢，则致力于瘫痪其内部控制结构，打击它的节点，瓦解神权统治。除了接连斩首伊朗高层官员外，以色列也派出无人机追杀街头的巴斯基民兵人员。昨天咱们节目说了啊，举头三尺有神明，现在伊朗叫举头三尺有以色列的无人机。作恶多端的人呢，现在是瑟瑟发抖啊！现在德黑兰街头出现了奇特景象，为了躲避随时从天而降的自杀式无人机攻击，大批警察和民兵将检查站移到公路桥下或躲入学校、民用建筑。随着数千名从高层到街头基层的政权成员，这些也就是助纣为虐的啊，爪牙被杀，伊朗境内正蔓延着强烈的无序感。报道指出，警察部队正忙于保命，躲避无人机猎杀，政府职能已陷入瘫痪状态。尽管安全部队对外发射导弹，对内威胁射杀抗议者，但其颓势已显。正如华盛顿研究专家所言，这场由摩萨德主导的猎杀行动不仅是在清除目标，更是在向伊朗人民证明，这群曾不可一世的当权者正在被逐一清除。也就是这个啊，实际上是告诫世界上很多那些作恶多端的那些组织，对吧？或者政权，不是不报啊，就时候未到，还是要小心的。这个以色列啊，尤其是这个送走了拉尼贾尼以后啊，这个对伊朗内部的震动是非常大的。我昨天节目说了啊，比那个哈梅内伊送走还要大，影响和震动啊。所以现在啊，伊朗的神棍政权可以说是岌岌可危，随时也可能垮下来，因为他内部这些高官都已经人人呢叫什么失魂落魄啊，六神无主，惶惶不可终日啊，犹如丧家犬。你比如说啊，这个半岛电视台啊，3月18号就是昨天对伊朗外长阿拉戈齐进行采访。这个阿拉戈齐啊，他对半岛电视台说啊，他说伊朗的政权体制结构非常稳固，即便是最高领袖牺牲了，这个体系依然可以运作，并立即推出继任者。阿拉戈齐还表示啊，自己并不担心成为刺杀目标，任何伊朗人都可能成为敌人的刺杀目标，但伊朗人立场坚定，为国家目标和利益而奋斗，必要时将毫不犹豫献出生命。在这里面啊，我倒要对阿拉戈齐的说法啊，这不敢苟同。首先一个啊，以色列啊和美国恐怕是不会对阿拉戈齐下手，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一个外交人员啊，他对内啊，他手上没有血，或者是他手上有血也不多，他没有军权，对吧？他也不是镇压这个伊朗老百姓的，他也就是个嘴硬，煮熟的鸭子嘴硬呢。那为了一个嘴硬的人费那精力把他除掉，意义不大。
对吧？他没有手上没有军权呢，他就是一个传声筒。美国、以色列、中东这些国家，好歹还得找个人打交道啊。你要把阿拉格齐给干掉了，那这以后跟伊朗这边说话的不知道找谁说话。伊朗8、9千万人呢，你跟谁说话呢？所以说啊，我认为第一个是美国、以色列不会大费周折啊，说专门要把阿拉格齐给除掉。那有可能呢，有可能就是误杀，就是你跟这个穆杰塔巴两人在一块儿，人家以色列要把穆杰塔巴送走，你在边上，那没办法，吃瓜唠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伊朗人都可能成为敌人的刺杀目标，这个说的又错了，对吧？不要把那个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对吧？这个神棍这些叫教士集团、伊斯兰革命卫队，你跟伊朗老百姓混为一谈，伊朗老百姓不会成为刺杀目标的，只有可能是误伤，对吧？能成为刺杀目标的不多啊，是伊朗的特权阶层，伊朗的什么强硬派，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些啊，镇压伊朗人民的这些人，所以没必要那么搞得啊，散布这个恐怖信息啊。伊朗老百姓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在街上走，但是你要离那个巴斯基民兵啊，离那个什么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吧？离那个军事基地，离政府大楼稍微远一点，很安全，对吧？伊朗人不用防着以色列的无人机，反而要防着巴斯基民兵、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枪啊。如果说啊，这些都是传言，说伊朗内部非常稳固，对吧？什么高官不愿意就任，这都是传言啊。但是啊，接下来它就不是传言了。第14频道报道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正在考虑辞职。他告诉助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阻止我参与所有军事和战略决策，甚至不让我与最高领袖就是穆杰塔巴呀对话。我觉得自己毫无用处。佩泽西奇扬要辞职了，一方面他是权力受限制，对吧？他没权力，说啥人不听，向中东这些国家道歉，希望中东国家原谅，结果半小时以后被迫把这话收回。作为一个总统啊，没权力。这个佩泽西奇扬希望啊，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要理性、远见，也就不要胡来，结果没人听他的。所以这个佩泽西奇扬说不行，我辞职吧。佩泽西奇扬告诉外国同行，也就是他在跟外国同行打交道的时候，他说啊，他没有权利，无法接触领导层，也无法控制这个体系，实际上是在政权从内部瓦解之际否认自己负有责任。一位海湾国家的政治顾问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告知阿拉伯海湾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包括俄罗斯和土耳其，也就是告诉普京啊，还有埃尔多安，说什么呢？说鉴于该国宪政领导结构的崩溃，以及踏入该结构关键的要素脱节，佩泽西奇扬否认他对伊朗政权负有责任，并强调没有任何理由暗杀他。连佩泽西奇扬都这个态度，你想想吧，伊朗的其他的高官什么态度啊？树倒猢狲散，对吧？这都要做鸟兽散呢。我认为啊，在美国、以色列的高压之下，伊朗内部很快就会推出一个人，要跟美以对话，跟海湾这些国家对话。这个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他说啊，他在记者会上啊说的新闻发布会啊，萨尔说啊，他说我们仍然没有见到活的莫吉塔巴，这对这个政权来说开始变得尴尬了。而这个内塔尼亚胡啊，也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他也是对记者暗示啊，说穆吉塔巴也已经不在人世了。看着这个传言的可信度还比较高，为什么呢？因为穆吉塔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亮相视频，对吧？没有，他连声音都没有。然后这个佩泽西奇扬也说，对吧？他也见不到穆吉塔巴，连总统都见不到最高领袖，所以这个最高领袖到底是活着还是死的不知道。3月18号啊，以色列对伊朗叫南帕尔斯气田呢进行了打击，也就是啊，这个以色列已经开始打击啊伊朗的这个钱袋子。另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伊朗南部叫布什尔省部分石油化工设施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空袭。按照以色列方面的说法，空袭由以色列空军实施。为了报复啊，伊朗就对中东3个国家的石油设施、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就是3月19号凌晨发表紧急声明，宣布已对地区内就是中东啊与美国相关的石油及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革命卫队说啊，此次行动是对3月18日伊朗能源基础设施遭袭直接对等报复，旨在打击美国利益相关以及拥有美方股份的能源设施。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说啊，伊朗原本不愿将战争扩大至能源领域，也不希望波及邻国经济，但敌方的挑衅导致战争进入了新阶段。声明还警告啊，说如果袭击继续，伊朗将扩大打击范围至美国、以色列盟友的所有能源基础设施，直至将其彻底摧毁。那么结果就是啊，阿联酋的油田、港口、机场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致7人死亡。沙特外交大臣啊说啊，利雅得2座炼油厂遭到
到袭击，如有必要，沙特保留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阿联酋外交部说伊朗对阿联酋天然气设施和油田的袭击是危险的升级，是对国际法的严重违反。伊拉克国防部周三晚间表示一枚炮弹击中基尔库克的一处空军基地，并引发火灾，火势已被控制。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对军事作战能力的构成直接打击。该设施完全属于伊拉克，仅部署有伊拉克飞机，没有外国人员驻扎，也就是这个伊朗是乱打一气啊。还有卡塔尔也遭到了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出紧急警告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3国的石油设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那么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有篇报道，标题就叫跨越地区所有红线，波斯湾国家转促美彻底削弱伊朗。也就是伊朗这回彻底把中东这个国家王爷国全得罪了。现在这王爷国现在已经开始敦促美国，你送佛送上天好事要做到底，把伊朗给解决了吧，就这意思波斯湾阿拉伯国家正私下敦促华盛顿不要中途收兵，应借机削弱伊朗，威胁中东地区石油生命线的能力。波斯湾消息人士和多名外交官透露，华盛顿正向波斯湾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美伊战争。特朗普希望借此展示这场战争获得的区域支持，从而增强战事的国际合法性，并巩固国内支持。波斯湾国家虽未主动要求美国对伊朗开战，但由于伊朗近期袭击已波及波斯湾6国的机场、港口、石油设施以及商业中心，这促使多国立场转变强硬。本来这个国家实际上对特朗普打击伊朗是既支持又不支持，只希望不要对吧？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现在好了，反正已经烧到了，躲也躲不了了。这些中东国家立马态度越来越强硬，希望特朗普不要沽名钓誉，宜将慎勇追穷寇沙特阿拉伯智库海湾研究中心主席萨格尔指出，整个波斯湾地区普遍认为伊朗已对每一个邻国都越过了所有的红线。他说，起初我们替伊朗说话，我们反对战争，但一旦他们开始对我们发动袭击，他们就成了敌人。如果美国在任务完成前抽身离场，那我们只能独自面对伊朗。波斯湾领导人担忧，若不彻底解除伊朗的武装，今后若局势升级，伊朗可能再次挟持区域的能源命脉，所以局势很明朗了路透社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向中东增派数千名美军士兵，以权衡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举将为特朗普提供更多选择，包括确保霍尔木斯海峡的油轮航线安全。这可能涉及在伊朗沿海海岸线部署空军、海军以及地面部队。政府还讨论向哈尔克岛派遣军队，该岛是伊朗约 90% 石油出口的枢纽，但由于伊朗拥有导弹和无人机能力，此类行动风险较高。另一个正在考虑的方案是部署部队，以确保伊朗浓缩铀库存的安全。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消息人士称，地面部队的部署不会很快进行这是路透社报道而这个以色列的公共广播公司报道说，美国已经决定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地区部署大规模地面部队，以拿下海峡的控制权。美军和阿拉伯国家陆军将提供大部分人力，以色列将提供情报支持。分析人士称目前伊朗拥有超过4000万适龄男性，他们全部都已被征召入伍，接受训练，并在军队服役21个月，每年约有140万男性达到服役年龄。而目前市场猜测美军加派军力意在夺取哈尔克岛，以切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财源。这个卡塔尔外交部说卡塔尔保留根据国际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主权和安全的权利。沙特已经说了保留动武的权利，并且18号晚上沙特外交大臣与阿联酋外交大臣、约旦外交大臣、阿塞拜疆、土耳其、科威特、叙利亚外长会晤，并举行多边会谈，讨论共同应对地区局势。这是沙特作为这个王爷国里面的这个代表，已经召集大家开会。所以说我
我个人推测啊，特朗普下一步啊就是要占领哈尔科岛。哈尔科岛一占领，然后就要如果伊朗投降了，那就算了；如果伊朗还不投降，那就要占领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那个时候啊，伊朗就是只有垮台一条路啊，也就是他没有任何谈判的筹码。占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地区啊，那很有可能是联军，就是美国和中东这些国家联军，美国在提供海军和空军支持。有很多谈判啊，说伊朗有8000万人口，对吧？也有多少万的士兵，有多少万的地面部队。谈判们说这些话的时候，都回头看看20多年前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那是号称啊世界上排第4吧。看一看什么叫做鸟兽散，连中国专家都不知道这些人去哪儿了。谈判们总是以为啊，这个波斯人会为了他这个神权呢，会玩命，乞丐守襄阳，怎么可能呢？把那哈尔科岛一占啊，这个伊朗1个月发不出工资，立马就他这个神权体制就垮台。这个盘们呢，在单位里面对吧，1个月不发工资，他就开始嗷嗷叫了，就不想上班了。你这1个月不给他发工资，还让他玩命，他傻呀。这个我们再看一条新闻啊，这个新闻很有意思啊，是说以色列威胁俄罗斯官员，若他们在冲突中反对以色列，将对其进行定点清除。据称，以色列国防军代表说啊，通过控制网络摄像头，以色列得以对普京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安娜·乌克洛娃在接受俄罗斯 RBC 电视台采访时称，如果俄罗斯当局在战争中采取反以色列立场，他们将被杀。他还表示，以色列控制着俄罗斯所有的网络摄像头，可以轻易袭击任何他想袭击的人，包括普京。这个我怎么不相信呢？要不以色列的吧，你露一手看一看。这个俄罗斯人现在在支持伊朗，这个众所周知，你光这么口头恐吓没用，对吧？不如露一手。也许啊是遭到了这个各方面的压力，也许是预感到特朗普要派部队，现在正在犹豫啊。也就是说，这个特朗普也可能派部队啊占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个伊朗还是有点慌啊。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这个卡利巴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啊，伊朗无意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必须自卫。你看口气又软了啊，我们可没想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我们仅仅是为了自卫啊。但是不好意思啊，一旦伊朗啊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那他真的是这个神棍政权呢，裤衩子都没了，只有华贵。我们看特朗普接下来的动作啊，不要看他说什么，看他做什么。我想啊，接下来一定会很精彩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